大家好，我係 Neo Look 嘅 Simon，呢個係 Neo Look 嘅第一集影片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先向所有參加過錢橋魔女粉絲活動以及一直支持 Neo Look 嘅大家講一聲多謝你。呢隻影片冇劇情解釋，都冇預測，只係最近睇咗唔少相關訪談之後，心裏邊突然之間有個好強烈嘅諗法。想喺12月26號嘅 Witchverse 演唱會之前，將呢份心情記錄落嚟。無論你係唔係錢橋魔女嘅粉絲，無論你會唔會去演唱會，都多謝你願意花幾分鐘時間聽我講嘢。先講下我點樣遇到呢部作品嘅。Neo Look 嘅開始同錢橋魔女一樣，都係7月份。嗰段時間我調整緊方向，都喺度摸索緊品牌要點行。雖然 Neo Look 唔係因為呢部作品而成立，但佢的確係我最困難嘅時候，指引我行出谷底。如果你有睇我喺Substack寫嘅文章，應該可以感受到錢橋魔女對我嚟講，唔單止係一部作品，佢更加似係一面鏡，令到我睇到自己嘅猶豫，都令到我慢慢搞清楚自己想行嘅方向。亦都因為呢份感謝，令到我對佢嘅未來多咗一點自己嘅期待。好，咁依家我哋講呢隻影片嘅主題。先講清楚，以下全部嘅內容都係我自己嘅胡思亂想，冇爆料，冇小道消息，只係作為一名粉絲嘅觀察。今次演唱會嘅時間、規模、宣傳方式，再加上杉田智和都係出席，種種因素加起上嚟，令到我有一種好強烈嘅直覺。如果官方真係要宣佈下一步，咁呢會係好合理同埋好浪漫嘅時機。而從業界慣例嚟睇，喺演唱會現場公佈新消息係好常見同埋好有效嘅做法。但話說起來，目前官方完全冇公佈任何相關資訊，所以如果最後乜都冇發生，咁我都希望大家唔好感到失望。因為嗰一日值得期待嘅唔會係會唔會有新作，而係你可以同一班鍾意同一部作品嘅人共享同一個時段、同一份空隙同埋感動。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好珍貴嘅體驗。順便補充一句，呢隻影片唔會講劇情，都唔會有分析細節，因為我唔想破壞任何人嘅第一次觀看動畫嘅體驗。如果你仲未睇過動畫，真心推薦你揾一日將呢部動畫睇完，至少睇完前3話你就會明白佢想講嘅內容。對我嚟講，呢隻影片比較似 Neo Look 嘅一隻小小嘅時間膠囊，睇自己都睇品牌，留低2025年呢一刻嘅心情。如果樂隊真係有新作公佈，我哋可以一齊見證、一齊感動、一齊歡呼。如果冇，我都唔介意被嘲笑，因為至少喺呢段等待嘅時間裏邊，我哋都曾經好認真對待同一件事。咁我覺得都冇乜好尷尬。我始終覺得，只要我哋願意分享呢部作品，願意令到更多人認識佢，願意令佢成為某啲人行出困境嘅第一步，咁佢嘅價值已經超越過續作嘅本身。我希望錢橋魔女呢部作品能夠為正在努力嘅人帶來一點點嘅勇氣。多謝你聽到呢度，都多謝你願意陪 Neo Look 呢條仲係好新嘅道路上一齊前進。12月26日，無論你人喺現場定係熒光幕前，我哋都會一齊見證嗰份光。我係 Neo Look 嘅 Simon，感謝你嘅聆聽。